我而家喺聯合國喺東南亞國家翻緊實習，梗係希望佢將來成為發展局嘅局長。你有咩諗法啊？即係俾社區嘅人用咁樣都得。我講俾你聽啦，我陣間講錯嘢點搞啊？我係林浩雲，今年喺港大建築學院測量系畢業。我而家喺聯合國喺東南亞國家翻緊實習，就係去研究老撾嘅城市形態，透過土地同埋空間數據，加埋人口嘅結構咧，去睇唔同城市嗰個經濟定位啦，同埋咧唔同城市個基建缺口喺邊度。我記得我 Year One 嘅時候做過一個 project 咧，就係關於被遺忘嘅公共空間。咁嗰陣咧，我哋就揀咗公共屋邨做研究啦。咁嗰陣咧，我哋就攞住塊 ideation board 落條街度問啲街坊啊，如果有閒置空間，你會想點樣去 repurpose 佢哋咧？我唔得閒。我想問你哋有冇時間可以幫我哋做個社區嘅調查啊？我覺得城市研究咧唔一定要由大學或者政府去 lead，而係咧每個人都可以喺佢哋嘅社區 take their lead。所以我就創辦咗 MapCraft 社區地圖計劃，希望咧可以培訓一班小朋友做社區地圖大使。而過程當中咧，係希望社區裏面可以由佢哋 empower 埋佢哋身邊嘅人一齊去想像理想嘅社區應該係咩模樣。Hello Professor Yu，喂 Harold， 點啊？近排好忙啊，搞緊好多城市規劃啲 project。Harold 係一個好勤力嘅學生，同埋佢有個好強嘅執行力，唔係淨係話做功課，而係見到原來讀書以外，佢有做好多即社區嘅服務，甚至乎自己有開一個 start-up， 覺得好好喎！呢個年輕人好有諗法喎。咁我哋而家出發去第一個地方啦。MapCraft 去實踐嘅話咧，我哋有3個元素。首先，我哋培訓呢班嘅中小學生去用 GIS 規劃社區設施。去到下一步咧，就係落區同老友記傾偈啦，了解長者嘅需要。去最後一齊去做一個社區展覽。好，咁我哋一齊揭開幅地圖啦。咁呢幅咧就係我哋同長者一齊創作嘅地圖啦。而 MapCraft 有2個核心理念嘅，第一個咧就係可持續共融教育，第二個咧就係希望做到跨代共融嘅社區。我會幾開心係佢做畢業論文嗰個 topic， 反而咧就從一個比較社區嘅角度去出發，了解翻究竟我哋有限嘅資源點樣可以令到大眾市民可以更加得到個益處嘅。你哋想有啲乜都可以寫啊畫都得㗎，你哋要咩想要咩唔緊要㗎，你畫落去都得㗎。我覺得最大收穫就係可以透過今次嘅，譬如係呢個 trip 啦，可以聽多啲街坊嘅一啲嘅需要咯，係啦，即係譬如我見到呢條村嘅其實好多都係長者，係啦，咁其實長者喺呢個社區入邊有啲咩嘅需要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收集嘅意見咯。好多時候大家睇測量呢個科都會諗到係咪就係關於地價咧，補地價好多錢嘅喎，或者樓市嘅起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近年已經係將個焦點再擴闊咗嘅，包括咗研究 ESG 啦，即係 environment、society、governance， 係真係同呢個社會嗰個肩負社會責任嗰方面係更加多。咁佢呢個題目就好能夠同 ESG 諗得到嘅嚇。咁呢一個係的確係冇乜同學肯集中去研究嘅題目嚟嘅。我未來希望成為一位城市學者喺大學工作。我覺得研究咧係可以透過去了解空間同人口數據，令到城市規劃更加以人為本，滿足到人喺唔同生命階段嘅需要。而呢樣嘢最後就係 engage 政策啦、城市規劃者啦，以至係下一代嘅學生一齊去共創更美好嘅將來。講笑就梗係希望佢將來成為發展局嘅局長。我覺得佢好有做研究同埋做學者嘅能力嘅。因為佢有好高嘅執行力，同埋佢對於個社會都好關心嘅，相信佢會有揾到佢自己想再專業啲、再去 focus 嘅一個方向去發展。香港邊個地區你認為係一個好嘅城市規劃呢？我覺得香港規劃得最好嘅係沙田，因為沿住城門河啦，中間咧有新城市、中央公園同埋文化博物館，然之後一字排開有唔同嘅公屋啦同埋私人屋苑。唔同嘅居民咧，唔同階層、唔同年紀嘅，都會中意咧喺城門河邊散步啦、行翻屋企啦、踩單車啦。而咧，佢哋亦都會欣賞到沙田嘅人文同埋自然風景。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好有地方感、好有歸屬感，亦都係咧好開心、好健康嘅一種生活模式。